恭喜天王郭富城又升級做爸爸啦！今日10月22號下晝大約3點，港媒就捕捉到佢親自揸車載住方媛阿媽由寓所出發，直踩去養和醫院卸貨區迎接三寶出院返屋企。當時見到郭富城全副武裝，大劇帽又戴口罩，入到醫院行得超快，成個樣都係緊張爸爸上身。大概1個鐘頭多啲之後，郭富城就同外父外母一齊返到停車場，仲有2個護士跟埋。雖然未見方媛現身，但見其中一個護士小心翼翼咁拎住個嬰兒籃，三寶應該就喺入面啦。郭天王全程守喺旁邊，監督得超細心，完全係互補狂魔上線。有記者上前恭喜佢升級做三寶爸爸，郭富城即刻笑到見牙唔見眼，仲揮手講多謝晒，心情明顯爆靚。再問到方媛情況，佢就保持低調冇多講。不過臨走前又露出個燦爛笑容。59歲嘅郭富城同細佢22年嘅太太方媛結婚8年，已經有2個可愛女女。早前母親節嗰陣，方媛鋪咗張同阿媽嘅合照，網民就即刻眼利發現個肚好似有啲突 ，fans 都已經八卦雷達開滿格。而後來郭富城出席電影謝票活動時，終於親口認咗，講屋企越多小朋友越熱鬧。唔少網民都留言：三寶出世啦，恭喜郭天王，真係人生勝利組。老婆靚，女靚，而家仲多個寶，我哋再次恭喜天王啦！